后来继续要甲咱的镜头刷到台中，今仔日是增加到10例确诊的病例，其中有5个人，甲这个8吨2个家庭的群聚感染有关系。卫生局长讲，这5个人包括这个患着病毒的家庭的厝边，以及伫咧工作上接触的朋友。讲这整个8吨家庭的群聚，包括台北的个案在内，患着病毒的人数已经来到20个人了。来看这个台中市政府卫生局详细的说明。他的儿子就是8752啊，8752呢，他比较特殊是他是 7-Eleven 的一个工作人员。他在君泰的门市跟锦和门市有工作啊。那他因为曾经在8月24号曾经有北部活动史的友人来家里访问啊。那在台北北部的友人呢，他5月16号返回台中的，曾经有接触。那至于他这个友人的筛检呢，我们还在追这个资料哈，因为我们也高度怀疑说是不是有可能是北部的友人来传染给他的。那因为他也是住在这附近哈，所以他当天也去大坑国小做了快筛，结果确诊是阳性，PCR 确诊是阳性，所以这2个是比较特殊的，跟这边有相关性的我们都列入考虑。那比较特殊的就是他曾经在2个 7-Eleven 工作，是他们的工作同仁哈，所以我们有列出他的时间跟地点，也请在当时在这2个 7有出入的这些顾客呢，也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情况。如果有不舒服的话，要赶快去做筛检哈，赶快去做筛检。